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1月2号，在家会主我们要分享的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。我们要看以西结书17章1到24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田野里所有的树木都会知道，我上主砍倒大树，使小树长高，我使绿树枯干，使枯木茂盛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，我说了，我一定实行。以西结书17章24节。经文在描述耶路撒冷的敌人如同两只大鹰，上帝以两只鹰与两棵树的谜语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的未来。上帝说明谜语的解释之后，也应许要自己建立弥赛亚的国度。英国无神论历史学家威尔斯，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但是他说过，历史的每一点都直接跟上帝连在一起。这句话是他不得不讲的。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6节说，他从一人造出万族，使他们散居在整个地面上，而且为他们预定年限和居住的疆界，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在表明上帝是历史的主宰。而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的经文，上帝继续要先知以因香柏树和葡萄树来做比喻，来唤醒他的子民。我们从11节到21节当中，上帝对这个比喻的解说，知道葡萄树是都指以色列人，而两只大鹰，第一只大鹰是指巴比伦王，一只指的是埃及王。以色列人背叛与巴比伦王的誓约，投靠了埃及王。那耶和华借着这个比喻来警告以色列人，你们不要一直倚靠地上的权势，地上的王，他们顺服在巴比伦之下，只是长成矮小的葡萄树。然而倚靠埃及人不但不能发旺，果子会被除去，嫩叶会枯干，甚至会被连根拔起。对南国犹大而言，这是一个十分清晰的启示。他们顽梗背约，将要面临亡国的被掳，臣民四散受害。西底家投靠埃及人，背叛尼布甲尼撒，结局是怎样？要遭到巴比伦王报复灭亡。然而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，因为慈爱的上帝要做出拯救，他会将大卫的苗裔，就是弥赛亚，再次种植于以色列高处的山，以及锡安山上。上帝呢，他一直在掌管历史，他仍是他子民的上帝。他应许说，我会看顾保护他的子民，他顾念他与子民所立的约，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。他绝对有能力使高树矮小，矮树高大，青树枯干，枯树发旺。但问题是呢，人是否能够顺服跟从来信靠这位上帝？其实上帝极为重视与人所立的约，要求人守约，否则人需要面临毁约所带来的恶果。
在你的人生当中，是否与上帝与人立过什么约？你有信守这样的一个约定的承诺吗？另一方面我们来想，上帝有掌管历史的能力，我们可以放心来交托信靠他。教会在这个时代应该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了。上帝期待我们如同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有生命水的供应，我们才能多结果子，并且能够发展探出墙外。上帝不但叫我们做葡萄树，更要叫我们做栽种在高山上的香柏树，在信仰经得起时代的考验。上帝要我们好好在他面前仰望他，信靠他，领受他的恩典，接受他的修剪洁净，才能够叫我们的生命多结果子。我们来默想，思想本段末了的比喻，对你在人生的经营上有何启示呢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掌管万有的主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祈求圣灵从各样压力或诱惑的环境迷惑当中开启我们的心眼，使我们得以看见上帝在这历史当中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的事实，好叫我们可以在这其中选择顺服，投靠上帝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